好，感谢。已经刷落来关心这南韩哦，因是让40几档才个发布戒严，这伫判因民进党团受伫网络来打问，也毋过呢了后就随个甲抬掉啊。这是引起咱国内在野党的批评。民众党是讲，这就是用民主来包装极权的这个行为是真不可取的。另外呢，国民党嘛表示讲，这民进党团呢，伊是顺风撒倒墙，要借这摆的代志来造乌台湾的在野党。如果这就是民进党上下的态度，认为戒严是可以消灭不同的声音，容不下任何一粒沙子，容不下任何不同声音的话，那真的就坐实了，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。如果民进党团还是没有愿意为这个贴文道歉的话，你们对不起民主2个字。我们党团的发文，那随即有删文撤下，这就表达民进党团正式的立场。我们不应去过度的评论他国的内政，我们要做的是安国人的心，也要避免慎防造成社会过多的误解跟不必要的对立。那这民进党团是表示讲呢，因只是咧转发国际的资讯尔，甲咱国内这政治局势了啊做一个对照，因并无支持戒严的意思。因嘛讲这民进党是伫戒严时期所成立的政党，所以对戒严所造成的民主的损害，因心肝内是真清楚，所以绝对袂支持戒严。